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6年5月16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93篇列王记下卷第2章13节到15节，约翰福音第8章21节到30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接棒。信仰是一个传承的工程。对圣经一开始就常常提起到讲，着爱对子子孙孙来讲上帝的恩典。信仰的传承是基督徒生活的基础，因为伫困境的中间来仰望上帝，得到上帝的保守，将蒙恩得救的过程甲人分享，甲后一代分享，这是基督徒做见证必然的过程，就亲像耶稣基督呼召门徒来跟对伊也将传福音、医治人、为着人赶鬼以及赞人的责任交代互门徒，差遣因出去接棒耶稣基督家己的工作。同款的记载伫摩西交棒的交互约书亚，大卫交互所罗门，以及今仔日的经文记载着以利亚交棒互以利沙。列王记下卷第2章13节到15节记载，伊叫以利亚加落来的外衫，转去徛伫约旦河边。用迄领外衫拍河水，讲上主以利亚的上帝伫叨位？拍水了后，水就分做两边啊。以利沙就过去，以利沙面对遐个耶利哥先知的学生看到，就讲感动以利亚的神临到伫以利沙啦，因就来迎接伊。放到伫伊的面前，交棒对现在工作来讲，就是职务的交接，互所有代志有人会当继续来接替。福音书嘛记载着耶稣基督特别结束着上帝交代伊的生活，伊有言家己要离开，但是用几个无同款的角度来讲，耶稣基督捌用耶路撒冷的毁坏甲杀戮要搁再起好势来表明伊的死甲过活，也捌将讲伊要要求被上帝搁赏赐一个保惠师来甲世间人同在。今仔日的经文耶稣基督面对犹太教师安尼讲，我去的所在恁袂当去，因为因无接受耶稣，因毋是福音的接棒人。约翰福音第8章21节到30节，耶稣佮甲因讲，我要离开啦，恁会找我，毋过恁袂因为家己的罪来死，我去的所在恁袂当去。犹太教的领袖讲，伊讲我去的所在恁袂当去，减讲伊要去自杀。耶稣甲因讲，恁对下面来，我对顶面来。恁属这世间，我无属这世间，所以我才甲恁讲，恁会因为家己的罪来死。因为恁若毋信我，就是自有永为迄位，恁会因为家己的罪来死。因就问耶稣，你是什么人？耶稣因讲，我就起头就甲恁讲啊，关系恁，我有真济通讲，通定罪。毋过找我来，迄位是真实，我将要对伊听着传互世间人。因无了解耶稣在讲是对因讲白的代志，所以耶稣甲因讲：恁举起人子了后就会知。
我就是自有拥有迄位，搁我做代志无一项是照我家己的意思，只有照爸假是我的来讲。找我迄位甲我同在，伊毋捌放我家己一个，因为我不是伫做伊所欢喜的代志。耶稣讲这话的时，有真侪人信伊。所以，咱要搁一届来重申啦吼，只有相信搁接纳的、接受的人会当得到救，才会当成做福音的接棒人，继续来传承。诗篇93篇，上主做王掌权，伊用威严做三千，上主用威严做三千，用酷伊力做大厦，伊建立世界，世界永远袂动摇。你的宝座古早就建立，你对伊永远就存在。上主啊，大水底夜涌，大水夜涌出大声，大水夜涌哗哗吼。上主伫天顶显出威力，赢过海洋的大涌，压过大水哗哗吼的声。上主啊，你的诫命确立袂改变。你一定神圣直到永远。感谢上帝赏赐救恩，求主帮助阮坚定来相信，互阮会当成做福音的接棒人，继续成做福音的勇士。伊祷告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